我坚持依照大家路唔看好嘅理想，佢唔简单哦。屏东林路一带生态农场嘅主人吴宗宪，屯路卡2甲人嘅地，某种枪嘅工作，某种茶泡，伊也随此啥也唔向唔嘅，抢做生态富裕。安尼嘅坚持当然引发两队之间无共样嘅意见。不过廿多年来，生态农场嘅富裕成果，本已能看到坚持理想，总有一日会有回报。来看吴宗宪嘅故事。打造怪树头整体，是怪树的后生人动手老头操作，给农场的主人想老也打得这里变做用药的富裕延期。因为安尼富裕嘅萤火虫吼，也竟然有啲成果的。啊，你讲用环境来改变吼，改变环境，伊嘅虫的即个如何来，环境如果即个会变吼。啊，也给安尼，如果可是在做蝴蝶园啦。吴宗宪老综艺节目主持人的名嘅完全同样，基本上留到台北，做到林落打造自家生态农场。但係獨子啦，吼、啊常常啊，唔睇諾貝，吼做本做10年20年，水面嘛還有過來啊，吼，剛才其實有想講，咁無路做是過來人脈嘅地嘛會建立啊，啊也係一部分啊，另外一部分係講奇怪，在異鄉的時候，你對家鄉會有啲印象，上有會魔上。其實都同歡喜，吳宗憲透過本單喺台大園藝同景觀研究所。做得轉到故鄉，又做得完成自家夢想。什麼其實按好彩做得想做乜嘅，就做乜嘅。特別嘅讀碩士嘅時節，都有寫呢生態教育園嘅規劃啦。啊，過來都尤其去做啲田心園嘛。啊，做咗以後，因為我哋讀到講，佢隻地方較個細，吼啊交通嘛規模方便。啊，路卡都好，嘅阿公又留下一塊地提下食嘅啦。啊，就想講加冇做出家地。吼，啊，主要嘛改發，哎呀，交通嘛改方便安尼。用自家屋企地做自家想做事情，聽起來無乜嘅。不過農地唔拿來種農產品，裝備咩唔嘅，兩台之間交通嘅結果，最明吳宗憲用公司嘅名義票屋企地。屋企人一定有意見啦，因為講做也做嘛嘅咯，因為頭擺個人講土地如果生產嘛，吼，種農作物嘛，吼。啊，佢講人哋如想要做嘢事情啊，啊，如果有些衝突啊，哈，啊，最尾講咁冇用主對嚟好嘅。有些朋友啊，或者是親戚會覺得說，為什麼要做這些？把好好的一塊地，不種檳榔，不種香蕉，不種蓮霧，然後挖了一個水池，也不養魚，然後做一些好像我們自以為很理想化的工作，但是這個到後來慢慢的都，我們很高興的是，後來慢慢得到了附近一些朋友還有親戚的肯定。無論係學用藥嘅，也一直看來像係生草打農嘅生態園區。其實吳宗憲同佢做嘅係保育一隻像係大自然嘅環境，幫學生嘅做得較圈。對佢來講，講係保育用藥嘅，還不當講係打造用藥嘅適合嘅環境。讓他們有機會把課本上的知識變成大自然裡面的嘗試。那我們提供了一個人工營造的環境，就變成有點類似安全的野外。因為大部分的老師家長可能會很擔心，說進到野外探索的同時遭受到什麼危險啊，然後一些不安全的地方。那我們就把它做成很安全，但是又讓小朋友有機會可以親近自然。就算方向係錯嘅，作為一個人員，吳宗憲還好潛意着對土地係好嘅商業模式，支持後生人繼續做下去。其實以經濟嘅方面，實在看唔出佢做乜嘅，係。啊，我唔講伊冇前途嘛，好多人來看嚟講，伊方向係錯嘅，佢有前途。啊，唔講人哋看到乜嘅運用嘅科研成本，人哋其實老實講係咪看唔出來。到台灣意思生態農場產線當然，吳宗憲也係用景觀設計嘅專業教案呢，果斷嚟支持農場。我請人哋做10年嘅部分吼，一定有一些。收入不錯的嘛，哈，啊，安尼人，我嘛希望講
改变一下对环境的想法。所以睇下设计的时候，唔好讲不过人工化，有的生态观念，譬如讲哦，透水铺面啊，好有志洪的池的呀。唔总看意识到明，台湾的生态农场咁正经的抢做的意识传达，留血压来赚钱去，根本冇答案。不过，佢同平口台天数设计实体，同人天数规划生态池的过程地度，其实发现生态保育的概念，渐渐的有做到的。一条路虽然当长，坚持下去，佢望到的希望。